这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与教育专家进行第3届千年人文教育研讨会；藏人行政中央卸任公务员共同为达赖喇嘛尊者筹办长寿祈愿法会。达赖喇嘛尊者公历84岁诞辰日，各国流亡藏人和远藏人士进行庆祝。司政出席达赖喇嘛尊者访问意大利卡诺萨村20周年纪念活动。达赖喇嘛尊者表示，最好的生日礼物是实践慈悲。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本周一7月8号，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的宫顶会见了来自俄罗斯和欧洲等国的多位教育专家，并谈到了现代教育体系中成长时沾染了各种偏见，缺乏对内心情绪与慈悲价值的认识。7月8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的宫顶会见了来自俄罗斯和欧洲等国的数十名教育专家，并同专家们一同出席了由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和多个教育机构联合举办的第3届千年人文教育研讨会。达赖喇嘛尊者在研讨会上同教育专家们深入讨论了现代教育体系中缺乏内在价值观和慈悲价值观的认识。达赖喇嘛尊者指出，人在出生时性为本善，但在接受现代教育时沾染了各种的执着观念。现代教育虽然非常健全，但似乎是以物质价值为导向，对个人的全面发展没有足够的重视，同时也缺乏推广世俗价值观的鼓励和热情。对此，尊者认为，人们若能从小接受情绪方面的训练，那么将来遇到困顿时，便不会想要诉诸酒精与毒品来麻痹自己。此外，7月5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莅临大乘法院，出席了由藏人行政中央卸任公务员共同筹办的长寿祈愿法会。达赖喇嘛尊者在当天的祈愿法会上，向与会的上千名藏人僧俗民众强调，这一代人出生于藏民族与藏文化濒临灭绝的巨大困顿时代，在经过大家数十年的共同努力下，西藏民族与文明得以延续发展，并被世界所看到。尊者讲述了西藏与观世音之间的殊胜因缘，鼓励藏人一道遵照观世音的宏愿，在世界大力推动慈悲。7月4号，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嘎夏为上述藏人行政中央卸任公务员举办了一场特别宴会，以感谢他们常年来为藏人行政中央服务。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公历84岁诞辰日，旅居世界各国的流亡藏人和远藏人士，在各自所在国以举办西藏传统伪藏等宗教佛事活动进行了庆祝。每年的7月6号是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的公历诞辰日。总部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以举办官方活动，与当地上千名藏人僧俗民众进行庆祝外，旅居世界各国的流亡藏人和远藏人士也都在各自所在国以举办西藏传统伪藏等宗教佛事活动进行了庆祝。7月7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出席了藏人行政中央驻意大利办事处和远藏人士一同在意大利圣鲁切市举办的达赖喇嘛尊者84岁华诞庆祝活动。意大利圣卢切市市长杰拉米卡尼和当地各方官员也出席了活动，并向达赖喇嘛尊者的生日送上了美好的祝福。7月9号，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举办招待会，为尊者达赖喇嘛的84岁生日送上了祝福。来自美国、英国、瑞士和台湾大使的欧洲议会外交使团的11名成员出席了招待会。另外，旅居法国、英国、美国、日本、澳洲、瑞士、
德国、捷克等国的数百名流亡藏人和远藏人士，也均在各自所在国举办各种活动进行了庆祝。与此同时，达赖喇嘛尊者也向所有祝福他的人发出感谢信，指出他非常感谢许多人在他生日那天给他的温暖和问候。尊者指出，他现在已经84岁了，但他希望在今后的岁月里，他能够和大家一起庆祝生日。尊者还强调，如他之前所说，如果大家想送他生日礼物，那最好的礼物就是帮他履行人生3大使命，即推动人类一体性理念，促进宗教和谐及保护西藏传统文化与生态环境。另外，本周三7月10号，为了纪念达赖喇嘛尊者曾历史性访问意大利卡诺萨村20周年，位于该国的西藏之家基金会举办了一场纪念活动。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桑格受邀出席了当天的纪念活动。卡诺萨市市长卢卡博隆基在纪念活动上向与会的司政洛萨桑格表达了致意，并指出该市希望未来能够在藏汉和谈方面起到作用，因为继教皇格雷戈里7世和亨利4世之间的历史性接触曾在这座美丽的卡诺萨市展开。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7月6号，在台北市甘丹东顶显密佛学研修协会的组织下，2019年禁欲3000观音和平祈福音乐晚会在台北国父纪念馆隆重召开。台湾副总统陈建仁出席活动，并透过现场视讯向达赖喇嘛尊者表达祝福。在晚会开始时，主办方首先向与会各界人士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的伟绩。随后，达赖喇嘛尊者透过视讯直播向台湾各界人士致以谢意。达赖喇嘛尊者在发言时，除了介绍他的人生3大使命外，还强调最好的生日礼物是实践慈悲。尊者表示：“我的朋友们，如果真正喜欢我，请记住我的3个使命。无论你在何处，应该努力制造慈悲的气氛，建立慈悲的社区。第2，促进宗教间的和谐，转告更多的人，源自那兰陀的藏传佛教的确可以带来极大的受用。无论是否具有宗教信仰，的确值得将这些西藏珍贵的知识编入学术教育的题材。如果你能够好好实践慈悲，多多关注如何增广慈悲，对我而言，这是最好的生日礼物。”台湾副总统陈建仁在禁欲3000观音和平祈福音乐晚会上，透过视讯向达赖喇嘛尊者祝贺生日快乐。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想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新闻，请登录以下网址。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今天的新闻节目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